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9，旧历的11月24，礼拜四。这个气温降低，流感的病毒佫开始咧活动咯。疾病管制署讲，这礼拜流感进入到流行期。台北市卫生局的统计，目前台北市因为流感停课的学校有31间51个班级。医生嘛讲，最近来看感冒的病患，需要快筛的体检出来，拢是得到 A 型的流感，所以要提醒到免疫力较无遐尔好的长辈时代，幼囡仔、读高小的学生囡仔，甲慢性病患，爱赶紧去做预防针。一注射落去，听到声音咧吼，妈妈是真唔甘。不过若是无小心感冒到，特别是流感，家长会愈担心。最近流感确实是有升温的哦，只要怀疑我快筛，大概都是阳性。这波流感上明显的症状就是全身无力，而且疾管署嘛讲，这礼拜可能会进入流行期。根据北市卫生局统计，高中至以下因为疑似流感停课的，一共31间学校，51班啦。其中有1间高中伫校外过暝录影，第5天就78名学生感染着流感。最近的气温降低，流感更加容易传染。那在这2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期，在中部以北的地区，清晨前后的最低温可能是只有14、15度。气象局讲，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低温拢只有14度。北部、东北部有局部大雨的几率，爱到这拜六才会回温。但是礼拜日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报道，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，小心唔通感冒到。